2024年台湾灯会伫台南圆满举办，各种指定延续到南科发光发热，因为启动加上亲子活动得超过2万人次，相当成功。加上圣诞跨年第一站嘛选定南科举办童趣嘉年华，2场活动效益拢超过预期，尤其是少年族群甲亲子的踊跃参与。第五市长家己拢讲一炮而红，所以议员陈佩玉伫总日巡嘛积极替地方请兵，要求市长今年一定要继续办。伫南科这个所在，咱会当办这个活动，其实对南科区来说的话，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音啦，哈。而且嘛受到咱所有年轻的群众啦，哈，然后年轻的父母的一个肯定啦，哈。所以市长，你莫跟我讲，若经费会使的时阵，咱继续办，你爱跟我承诺，今年要搁继续办。我爱甲议员讲哦，就是你爱支持咱的预算的增加啦。当然啦，这个是为什么？因为我坦白说，去年因为骁龙文化，我们本来是麻豆啊，麻豆是曾文区啊，骁龙是北门区，是，然后还有新营。还有这个，我们1300万左右，是办了这么多场，那我们的那个亲子活动就是只有2场，一个在曾文区的啊，因为去年正好骁龙文化园区在整修，是，所以我们把那个移到南科了，想不到一炮而红。对，所以说今年如果要再降了，因为今年骁龙那边可能整修好了，我们还要再办，所以变加场啊，加场要加钱。加场要加钱没有错，但是市长加汤加料要加价。议员除了为南科民众争取福利，嘛接受一位专考争取期失败，加诊所协调无成，进入所上的68岁老先生定情，因为后续伊的口腔溃烂，身心受创，已经求助无门。议员除了希望卫生局持续介入协调，嘛呼吁民众慎重选择去科诊所。台南新闻，阮籍张硕维采访报道。